主日3分鐘禧年特輯第24輯，定錨於望德6。天主聖母係望德嘅至高見證，喺聖母瑪利亞身上，我哋見到咗希望，唔係天真嘅樂觀主義，而係生命現實中嘅恩典。好似每個母親一樣，每當瑪利亞睇住自己嘅兒子嘅時候，佢就會諗到佢嘅未來。當然，佢心中一直亦都思考住年老嘅西默盎喺聖殿之中對佢所講嘅說話。這孩子已被立定，為使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和復起，並成為反對的記號。至於你，要有一把利劍刺透你的心靈，為叫許多人心中的思念顯露出來。喺十字架下邊，佢目睹親子耶穌無辜嘅受難同死亡。佢儘管悲痛欲絕，但係從未放棄對上主嘅希望同信靠。瑪利亞為咗我哋嘅緣故，參與實現咗佢兒子所預言嘅一切，即係人子必須受許多苦，被長老、司祭長和經師棄絕，且要被殺害，但3天以後必要復活。喺悲痛嘅苦難之中，瑪利亞以愛獻身，成為我哋嘅母親，希望之母。虔誠嘅信友一直稱聖母為曉明之星，呢一個稱謂代表一種確切嘅希望，即係喺今生嘅暴風雨之中，天主之母會嚟到我哋身邊，幫助我哋，支持我哋，並且鼓勵我哋堅持希望與信靠。500年前，聖母首次顯現喺墨西哥城嘅瓜特魯佩，帶嚟咗革命性嘅希望訊息。我是你們的母親，我不是在這裏嗎？每一個人都會感受到瑪利亞嘅親近，佢係最慈愛嘅母親，從來都唔會離棄自己嘅孩子。對於天主嘅子民嚟講，佢係確切的希望與安慰的象徵。求主引導我哋喺上主恩慈嘅禧年，做個滿懷希望嘅朝聖者，喺世局人生嘅動盪紛擾之中，以基督為心錨，獲得穩定同安全，做寬恕和好嘅使者，重拾同分享生命嘅喜樂。